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 APEC 领袖峰会要伫San Francisco举办，21个经济体领袖代表会去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今仔日会到位，不过伊住伫倒一间饭店是真神秘。风声讲上届有可能的是住伫瑞吉酒店。咱台湾的媒体有去翕，发现饭店附近确实有加强维安，嘛有中国人阻挡咱台湾媒体采访。APEC 领袖峰会要伫美西时间17日旧金山举行，21个经济体领袖代表拢会参加。其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安装14到位，做会场周围不少饭店以及有中国幕僚进驻。It's not private. Yeah, it's a very private event. Please delete it now. 但是那个白色的布不能够出现在任何地方。这组会场行路4分钟的旧金山瑞吉酒店，13透早到达真眼目的白色车棚，台湾媒体团阁看到赛出2台车，拢被乌色布遮掉咧，有人来抗议中国新疆再教育营的状况。美国总统拜登也传出要到旧金山费尔蒙特酒店现场，伊用警方驻守，维安也无用勘察地形。台湾领袖代表台积电创办人丁仲谋甲夫人丁淑芬也要伫14到联合广场的威斯汀酒店，目前还未看到严密维安部署，到时阵有超过40个侨胞会伫大厅来迎接。公司新闻美国旧金山报道。再来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台北的艋舺最近有发生一件公车去压着轿车意外，警方去到现场发现60岁姓谢的公车司机有食酒，酒测无过，当场扣公车牌，嘛甲伊抓起来移送法办。公车豆豆驶伫轿车后边准备超车，结果距离无算好，直接撞车。互后边骑机车人因为赶紧打单行一大条，警方赶到现场就闻到公车驾驶酒味，马上对伊进行酒测。超过来，拉前面了。60岁姓谢驾驶有照后驶车前科，即摆家己准备药酒伫车顶啉，驶点外钟就发生意外。客运业者爱负连带责任。警方除了考公车牌照，主管机关也许驾驶酒后，搁当地相关罚9万。警方到场后发现谢姓公车驾驶身上散发浓厚酒味，所以对其实施酒精浓度测试，测试结果酒测值高达0.29，警方当场逮捕并扣缴公车牌照。车顶10位乘客虽然无发现驾驶问题，毋过驾驶无顾乘客安危，酒后驶车涵盖行为已经互公司开除。除了饭碗无去，全案也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和昨昏差不多，各地日时的天气也是感觉较凉。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的东北季风有小可减少，毋过全台湾各地日时的温度也是感觉凉凉啊，温度较低，只有17度至20度。也若今仔日上低温是出现伫宜兰、三星乡，只有15度4。温度的方面，北部、东北部高温有21度至23度，中南部会小可较温暖，高温有25度至29度。若雨水这部分日时的是台中以北、花莲、台东、马祖是有在减雨。若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是有机会落较大阵的雨，其他所在今仔日拢是多云到好天。这几天东北部、宜兰拢一直在落雨，所以若是有要挖进山区的乡亲，一定要注意安全。咱台湾是甲大麻列做2级的毒品，也毋过有一寡国家大麻是合法的。最近就网称，因为因的身躯有大麻，佮承认讲捌食过大麻。大麻的合法化这个议题，即马是又佮引起讨论。有民间团体即马进行要4万份的调查，发现咱国内也是有93%的台湾民众认为反对大麻合法化。我做了全天下的妈妈都不该做的事情。穿乌纱向观众回示咧，最近有几啊个有名的网络红人涉嫌摕大麻被抓，同时引起民间的讨论，大麻是毋是应该合法这个议题。民间团体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有93.5%的受访人无同意大麻合法。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无害的的一个广泛认知，越来越把它高度的说，哇，这个好像没什么，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哦。支持大麻合法化对大麻支持跟态度不仅显著低于不支持者。整个问卷勾数走过以后呢，
几乎所有的93.5%的人是不同意的。伫38502份有效问卷当中，民众回答对的比例上悬的是青少年重度而且继续使用大麻的地区地上下降。另外，回答对比例上低是美国未成年使用大麻比例有1/3以上。所以是美国大麻合法的地区，生活医疗用的大麻合法，过来是娱乐用的。THC 呢，它是具有成瘾性的，并且可能会造成这个使用的人的认知功能相关的损害。那 CBD 它虽然就是目前是没有发现它有一些精神活性的效果，也没有成瘾性，那它可能会有一些药用的效果这样子。用词其实常常会相当混淆，那会增加大家在讨论这个议题的困难度啦。有关毒品的东西自己交出来。新北县台最近也查到有研究生卖大麻的案件，民间团体呼吁政府要广泛宣导大麻所制作甲医疗用大麻的定义，佮落实校园反毒教育，降低了解医疗价值的同时，防止滥用行为。各部包括声明，除了宣导，也落实清查甲辅导，维护学生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的建管处上新核准的危险老建筑是文山区兴隆山庄内底地基只有7.96平的这个案，地是比2个停车格也搁较细。但用积奖励也未求水进前伊送件，所以即马摕到16%的用积奖励，即马嘛正做咱全台湾上细的危险老建筑的重建案。继续看《联合报》。台北的大巨蛋11月18要开放13000人入去看比赛，要做压力的测试。也毋过有市议员即马是指讲，大巨蛋坐垫是4万人，也毋过即摆测试才开放10000多人是差伤济。测试的结果就会有争差，加上无开放地下连通道，根本就是白了工。即马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回应讲，会要求远向改善，爱要求因伫1年内爱做到上进步远在的测试。继续关心《中国时报》，食药署修正食品的重金属标准，针对红鸭啊、细汉囡仔的食品，也个鸡啊、猪啊的腹内，也个有豆仔仁、果子仁、巧克力豆这些食品的重金属，有定出新的标准，上紧伫明年7月份要开始实施。到时违反新的规定，就会当依照食安法，上当会罚300万。继续，咱来关心天气反寒，真侪人爱食火锅。食药署就公布今年7、8月份市面上菜色果子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计共有80件无合格，而且有几多间连锁的火锅店也在内，也有一寡专门咧卖水果假接手食的店头，因用的柠檬内底嘛，互验出有砂糖剂，超过标准。就是这间位伫贵人南明路的独家幸福火锅，进前互卫生单位抽验发现，店内火锅使用汤匙菜农药残留超过标准，已经要求回收，并且农政单位进行源头管理。我们接收到相关的检验抽查报告之后，那已经把该项的产品已经下架了，要求厂商这边，然后每月呢会主动的提供相关的检验报告。为了维护消费者食品的安全，食药署今年7月到8月进行市面卖的青菜水果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其中有80件无合格。除了贵人南营路的独家火锅无合格，台北松寿路的麻辣火锅店内提供的绿无籽葡萄牙农药超过标准。青叶火锅台东尊竹馆的红红菜检出3种农药残留。台北本林店大院子的柠檬是陶氏松超标，医师警告，陶氏松是有机磷砂糖剂，那大量误食，可能造成餐溃衰竭。民众不小心大量误喝陶氏松，有时候也很危险。有时候一来的话，就大小便失禁、流眼泪、流口水，那甚至有呼吸衰竭。麻辣它没有办法提供源头，直接裁罚这个贩售业者。麻辣火锅店3万元。食药署提醒民众优先选择当季大出的青菜水果，用选有有机、产销履历加 CAS 优良农产品加标准的农产品，也是信用较好的店头。另外也建议用清水浸泡了后，再去冲洗。水果是水冲洗了后，下皮才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台湾有一个50岁查甫人，进前伫柬埔寨和泰国的边境，互发现讲伊死伫车内，伊的身躯有着3枪。柬埔寨警方推测讲，死者有可能是牵涉到非法的网络跋筊案，才会互枪杀。外交部即马已经联络死者的家属，卖协助家属去柬埔寨处理后事。
我国驻胡志明办事处在11月8号接获国人遇害的通报后，立刻与当事人家属建立联系，并请柬埔寨台商协会就近了解详情。本案目前也正由柬埔寨警方调查中。根据柬埔寨报纸报道，这是伫初7的时，警方有发现当地一台白色的轿车内底有人死去，头壳有着枪。当地法医即马是研判讲，伊可能已经上无已经死2天哈。警方是怀疑死者捌和凶手坐做伙，因为死者是从近距离开枪的。咱的刑事局是表示，咱驻越南的联络官初8时有接到柬埔寨通报，讲这个死者姓吴是咱台湾人，因为伊有牵涉柬埔寨电信诈骗案件记录。当地警方即马等在侦办，咱的驻外管处嘛继续掌握这个案情。国际新闻，咱镜头来去英国。英国的内阁13时出现重大的人事变动，首相苏纳克找前首相卡麦隆来做外交大臣，那原本的外交大臣科维利是接内政大臣，原本的内政大臣洪石头路。英国前首相卡麦隆伫唐宁街10号首相官舍外口出现，伊是讲英国政坛有重大内阁改组，人事名单互各界真意外。首相苏纳克13任命卡麦隆担任外交大臣。I know it's not usual for a prime minister to come back in this way, but I believe in public service. I hope that 6 years as Prime Minister, 11 years leading the Conservative Party gives me some useful experience and contacts and relationships and knowledge. 这是苏纳克去年10月25做首相以来第一摆内阁改组。英国明年举行国会大选，苏纳克办公室表示，政府因为无实现部分程度首相启动这摆改组，打造一个强大、团结、专注伫实现承诺团队。卡麦隆自2016年退出政坛，今麦先通过被任命做长期议员，有国会议员身份，应接任新的职务。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for David Cameron to jump back in as Foreign Secretary. In the case of China, where Britain is now taking a much more cautious stance than David Cameron's golden era welcome for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 some of the conflicts have not changed. But David Cameron is remembered for the intervention in Libya, which was not the greatest success. And in Europe, while he was a Remainer, he triggered the referendum something too casually. 原来外交大臣科维利提名做内政大臣，现任内政大臣布瑞佛曼互人对调。布瑞佛曼甲苏纳克同款是印度裔，进前因为21超过30万人伫伦敦街路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游行言论甲投诉，暗示警方执法相当标准，对游行人士态度强硬，对挺巴群众说真宽容。公视新闻黄文玲评析。咱甲镜头来去印度，12个时期庆祝拜登节。虽讲当地即马空气污染是真热辣，若当地政府嘛禁止民众放烟火，毋过民众也是无顾禁令，暗时时就会放烟火、放炮啊来庆祝，造成当地空气品质是搁一摆恶化。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即马当地的空气污染的标准是比建议的标准高出30倍。有健康专家即马讲，伫当地数只空气、数只有毒的空气，等于是逐工补分补30几分。迎接一年一摆盛大节庆拜登节，印度圣城阿尤德亚动员25000个志工，伫河边布花点度超过220万的油灯，摆出各种造型，创下拜长节油灯的世界纪录。इसका वर्ल्ड रिकॉर्ड तो यही हर बार अपना बनाते हैं, हर बार अपना तोड़ते हैं, तो यही देखने के लिए मैं काशी से यहाँ आई हूँ। बहुत अच्छा, बहुत मतलब शब्द नहीं है कि आदमी शब्दों में इसको बांध नहीं सकते,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 रहा है。拜登节是印度上大节庆，根据史诗罗摩衍那典故，民众点油灯庆祝过印度英雄罗摩战胜恶魔倒来，向天光明赶走黑暗，良善战胜邪恶。其实印度首都新德里空气品质本来就不好，过去民众拢会伫拜登节前后放烟火炮啊，致使空气污染更加恶化。就算印度最高法院禁止伫个拜登节期间放炮啊，同样也大的宽度，还佫处理卖炮啊的打翻，不过炮声也是响袂煞，入暝了后佫较密。暗时互烟火照甲光影影，空气也拢是烟硝味，互原本就无好的空气品质佫一摆恶化。हवा इतनी दूषित हो गई है, कहीं आने जाना करना बहुत टफ हो गया।
सुबह सुबह वॉक के लिए निकलते हैं तो भी ऐसा नहीं फील होता है कि हम फ्रेश हवा खाने आए। यहाँ पर इतना पोल्यूशन हो गया है ना कि हम कहीं और भी देखें ना कि दूर दूर तक हमको धूल ही नजर आती है।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德里的 PM2.5 浓度比建议水平高出30倍。卫生部专家表示，苏首都的有毒空气相当达工，加25到37分。过去几礼拜，德里一直在对抗空污，政府甚至宣布学校提前休寒，来保护囡仔排定这产生的烟雾，和空气品质更较好。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第是同朋友。以色列和哈马斯相战，即马是造成加沙上大间的病院——西法病院。11日时是对外宣布，病院已经无燃料啊，即马高不将要停止运作。加沙的官方嘛表示，即马造成上无有7个早产儿、27个重症的患者，因为安尼生不幸过往。另外，还有几60个红婴仔，若无赶紧把这红婴仔送去别位照顾，可能这红婴仔嘛有性命危险。医生正伫抢救已经唔知人的囡仔，利用伊的血氧浓度是不是也正常？尽管伊来设备因讲拢停止啊，医生又也无放弃任何希望。也若这10个无足月拄出世的囡仔，拄对保温箱放散出来，真放伫个保暖柱顶面，由以色列继续封杀，西法病院的燃料拢用完啊，才伊宣布停止运作。有保温箱的早产儿，加交互病房的重症病人，因为呼吸器无度运作而死亡。 The problem is to be sure that we can evacuate the neonate patient because we have about 37 to 40 the premature baby. We have about 17 other patients in the ICU, and we have about 600 admitted patients pretty operated which need medical care.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讲，加沙地区总共36间病院，其中大约有20间无搁再运作。加沙走廊卫生部是讲，以色列的无情封杀加地面的报复行动，已经造成110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拢是民众甲儿童。也若以色列是指责哈马斯伫病院下骹来挖崩坑，真侪暗号，毋过哈马斯是放任。Do you bear right now we're responsibility? focused on one thing. Do you bear We some all bear responsibility. Okay. We all look. Nobody's going to evade responsibility. It's a non-issue. 纳坦雅胡进前接受访问时，被问到是毋是甲哈马斯达成连接释放的协议。纳坦雅胡只是讲可能会有，并且强调即阵无方便加讲。白宫国家顾问苏利文也讲，正伫努力确保连接释放协议。 I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what I say publicly on this because it is, of course, a delicate and sensitive negotiation. But the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yes. 原来这个被劫持的连接到底有偌侪人？苏利文讲，人数是以色列公布的。美国人部分，即阵伊敢若知影讲有9名失踪的公民，一个有永久居留权，甲一个有绿卡的人。公视新闻新乐配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2010年，南韩和美国昨昏修改一项双边安全协议，内底包括美国会当使用核武来保护盟国，目的是要阻挡北韩的核武威胁。另外，日本嘛打算伫明年1月份会用火箭在卫星升空，要协助监控北韩的动态。 继续关心泰国的政府，即马宣布讲，因有在考虑讲，要互一寡较热门的旅游景点，会当开放互中国的警察伫遐巡逻，要来增加中国的观光客的安全感。也毋过这是引起争议，因为有泰国民众反对，烦恼泰国会成做中国打压海外异己人士的重要国家。 继续关心《纽约时报》有报讲，因即马是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做专题报道，内底有写讲，当年尼泊尔民用航空局无出面阻挡中国替因盗起机场，即马是留下侪麻烦。毋但有滥用职权的争议，更较害的是承包的中国企业痛风这项计划，加上偷工减料，完工了后，这个机场根本就无法度用，嘛无任何的定期国际航班伫遮，尼泊尔无法度趁钱。 颠倒爱想办法，向中国银行的贷款，爱向美金2亿外。今年 APEC 的领袖峰会伫美国举办，明仔美国总统拜登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办拜习会。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相信美国会徛伫台湾这边支持台湾。也若咱台湾的领袖代表张忠谋，14时嘛代表咱总统去参加会议，伊敢会和拜登见面，是引起各界关心。 另外 ，APEC 场外嘛有上百个团体的抗议，有环保团体、劳工团体，而且嘛有反战的团体。
9000人举标语大声喊，关掉 APEC 100外超近团体组成，向 APEC 公布联名谴责旧金山 APEC 峰会。标语顶面写的诉求，也有停止建造灭绝为巴勒斯坦甲菲律宾被阻止美国加做战争机器。My message is to Joe Biden to call for a ceasefire now and to stop this genocide now. Today, we're bringing in thousands of people to the street and all week to shut down APEC and oppose the neoliberal trade policies that it's promoting. 国际也聚焦15个 APEC 拜登甲习近平的会面。北京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拜登决心看到美中军方关系中建，伊相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尤其最近的国际情势、经济危机甲以下战争，美中也拢有拍算。We do not want to see a firefight in a hospital where innocent people, helpless people, people seeking medical care are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另外，拜习会感谢会吸到两岸议题，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咱国有掌握，也相信美国会挺台湾。初步掌握是应该会，因为在每次美国跟中国的一些高层的会议里面，台湾的这个部分都会成为讨论的议题之一。我相信美方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支持，我们应该不用感到怀疑。各国领袖做会，旧金山维安等级提升。咱国领袖代表周长模则是也会飞去旧金山，代表团也当咧拍片安排周长模甲拜登的会面机会，因为 APEC 成员甲 CPTPP 中塔成员，台湾会借此机会甲 CPTPP 会员国相比会谈，尤其加拿大是明年的轮值主席国，外交部佮较拟定行动方案，要掌握这个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长。继续关心明年咱的总统大选，中选会登记的日子要到啊，那白合即马也无结果。民进党的郭文哲有讲，这2天必须爱解决。伊嘛讲，伊后一届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协商的时，伊希望邀请表态支持全民调的前总统马英九做见证。也若朱立伦和侯友宜伫昨昏拢表示出善意，讲会积极协商。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是批评那白合根本拢是为着政党的利益。也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联署敢有通过，中选会按算伫今仔日会对外公告。到南投朱南江参拜，民众党郭文哲继续布局中台湾陆战，也毋过那白合继续卡关。郭文哲讲，除了总统人选也有争执，伫联合政府部分已经有真侪共识，强调要合作要爱伫最近南北会谈，所以支持全民调的马前总统当在见证。不能再拖了，大概这个就是这1-2天内要把它解决掉。下一次如果跟朱立伦主席再见面我也希望就是公开透明，让媒体都知道。当然我们也会偶尔邀请这个马前总统来当一个见证人。国民党侯友宜出席新住民挺侯后援会，争取新住民支持。也毋过大选登记期限挖紧，当初那赢全民调第三是侯瓜配，瓜侯配对赖萧配民调占6成，政党支持度占4成。还在协商，协商没有中断。我们原来的对比互比是党内，那这一次是第一次跨党派。那还有一个就是占比应该多少，正在讨论当中。国民党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善意，也希望能够让柯主席能够更积极的加入这样一个团队的行列里面。无放弃南北合，话也无讲死。国民党也公布关键15召开中常会，配合南北协商，然后召开，更较留落合作想的空间。民众党赖清德是佮甲港澳区当值立委参选人佮加入合体，共同有关声势。也毋过也将炮火向准郭文哲批评甲李宣教同齐，也互相就当选根本啉毒酒自夸。李全教是被司法扫地出门的人呐，他也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唯一涉及双重贿选的人。柯文哲主席他的基层薄弱，但是也不应该为了选举沦落至此。赖清德也佮口说，南北合只是为政党利益，人民被接受。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敢是会联署过关，中选会则是会公告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中国配偶徐春英有可能和民众党列入去不分区的名单内底。陆委会进前有表示讲，若是要选会使，不过就要依法放弃外国籍。徐春英就叫曲泰三甲伊讲要安怎放弃？曲泰三是回应讲，中国迄边的法律是写甲清清楚楚。也若中国学生即马要列入去健保这个议题，曲泰三是认为讲方向是正确的，而且应该如紧如好。
民众党部分区名单想要纳入配徐春英的风波，也搁伫议论。陆委会进前表示，若是党选要担任民意代表，依法必须放弃外国籍，引起两国论的争议。陆委会主委邱泰山回应：，咱国宪法敢若规范咱政府组织。中华民国呢，我们的宪法呢会只有规范我们政府的组织啦，而至于其他国家的组织，不管美国、日本、南非，都不是在我们的宪法规范范围内。有注销伊的国籍吗？按照我们海基会的记录呢，我们没有这样的记载。李大为嘛解释，提供失去原照证明是2004年的新规定。徐春英是1993年有婚姻关系，依照法律都无算较早的。对于徐春英爱邱泰山介意安怎放弃中国籍，邱泰山回应：会当依照中国国籍法规定，第10条也是14、15条拢有，其中第10条就提起，外国人的近亲属定居伫国外，有伊的正当理由，会当经申请放弃中国籍。邱泰山搁再声明，陆配参政依照咱国国籍法，实政满10年了后，就会当登记参选。若是陆生立健保这个议题，邱泰山讲方向正确，真赞同，愈近愈好。卫福部它相关的法令呢，最后它有一个诠释的一个空间，但是因为这是他们是权责单位啦，我想我们作为陆委会，只要是方向正确，我们都乐观其成。若是总统大选要到嘛，影响两岸关系。邱泰山表示，陆委会当地规划选举后，进行两岸情势变化的评估分析，通掌握对岸对台政策发展甲转变，也甲咱方应对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屏东的民用工厂发生大火，原因是因为工厂内底放真侪熬导火的物件引起关心。即马有花莲县议员就针对中华纸浆花莲厂内底嘛放一款熬导火的液体，即马提出质疑，要求县府爱查获真相。为着达国检讨甲资源，佮利用中华纸浆公司会伫制成中收集激原擦片含无质素的液体，然后佮浓缩到70%了后送回顶炉，产生蒸汽发电。这种深色液体就叫做污液，会当提供工厂4成的电力。我们会经过多效式的蒸发罐去把它提浓。那多效式的蒸发罐就是利用第一罐腾发出来的蒸汽给第二罐去使用。那我们这边总共有7罐。蒸汽会做趋势工，所以它节能效果是很好的。也毋过，污液既然会当烧，就会有存放监视安全的问题。尤其伫屏东民用大火造成消防人员重大伤亡了后，花莲环境内工厂有偌济危险物品，也引起外界关心。因为黑氧是纸浆厂作为辅助燃料的一种，但是呢，如果它的效果不彰，它就囤积在那里。囤积呢，它有可能不是1桶2桶，它是一个油罐车一个油罐车的那个油槽。消防局13也派员前往稽查现场，也对污液做检点测试，并无闪电。也毋过因为加温工区无法度超过摄氏200度，所以也是爱上 SGS 实验室，才会有更较精准的数据。如果它的燃点低于250度，我们就把它列为重油的管理。如果是它的山火点高于250度，那表示它的品质是稳定的，那就不列入我们危险物品的相关管理。中华纸浆强调，花莲厂是目前全国唯一、佮发电量上大的双节能发电系统，佮处伫热点品种，污液为浓缩甲烧，拢伫顶炉加工厂内处理系统吸收，才会放伫外部。未来污液监视的风力管，就等待检测报告出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中13期中卫区伫咧市中心已经推动10多档啊，嘛经过3任的市长，甲大也咧土地点交。外界是认为讲，即马遮已经变做防偷盗粪扫的所在。地政局有表示，因逐个月拢会派人去巡2届，若已经点交出去的地是爱由地主来负责环境的卫生。环保局嘛有讲，有伫迄个所在按4期监视器会加强稽查。电话区的围篱后，人挖破一大坑，内底外口拢交粪扫。台中13期公办土地电话区目前当伫进行土地点交作业，暗过4周围定定互不法人士乌白蛋甲倒粪扫，互民众看到一直害头，认为当地暗时较暗是主要原因。垃圾这边看，里面看起来是还好，外面就有一点点这样子。毕竟这边路灯什么的可能都还没有弄起来。对啊，是这样。会比较担心，对。对。
因为不要看这里没人住，对不对哈？它灯可能就减少了吧。就灯亮一点，人家就比较不敢做坏事啊，啦。在南东甲南区的13期中卫区拢总229公顷，互人质疑管理上零。今年7月底，环保局就捌抓到一个姓孙的嫌犯，恶意伫区内8个地点倒2.8吨废弃物。9月开始，环保局设4支监视器，也陆续有抓到民众乌白蛋粪扫。暗过类似的状况也是陆续地发生。负责中卫的地政局表示，目前已经有73%的土地点交予地主。环境卫生会由地主来负责，也未点交的土地，每个月拢会派员巡查2届，而且有编列1476万，由警察局设监视器。编列经费给警察局，大概是1000，在13期年大概有编1476万这个金额给警察局去装了，而且现在也在执行中啦，就是正在装设。如果是在私人的那个或者是未点交的部分，我们就会请土地管理人所有人去做清楚。如果他们逾期没有改善的话，我们就会依那个环境清洁维护自治条例或废弃物清理法去罚他们1200到6000块。环保局讲，无论土地所有人是地政局还是民众，只要有蹲粪扫，甚至是杂草伤悬，拢会要求所有人限期改善。超期无改善，就会代替强制清除，后续会追偿费用，并依照费清罚罚1000至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白山停车乃妨开罚单，这是伫屏东潮州的兴隆路社会主体有定地边啊，有民众伫遮插车，毋过对今年8月份开始，真侪人尾啊拢有收到罚单。原来是当地人想要互当地会当更较侪人插车，加较侪车位，所以伫遮停车拢停斜斜。因为安尼无遵守停车爱顺车路的方向，踏马路边的规定，所以才会互检举开罚单。屏东潮州镇这个社体有定地外的大路边，涂骹画白线，不少人将车停伫遮，有的车是顺向停，有的车是插咧停。当地民众讲，插咧停是为着要互更较侪车通停，因为其实插咧停属于违规。有人为8月起陆续接到罚单，也有住户专家拢总收到7张罚单。最近才有。对，然后也没有公告。那你们经理说收到几张？3张。他如果没有停斜的话，停的车辆就会比较少，会造成附近居民就是没有地方停。4块位店头多数拢收过罚单。原来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中规定，除了画西车架是斜的，才会当斜咧停。若无就爱照道路顺向方向，靠路边停车，袂当斜停，也袂当反向。顺应那个当地的风俗民情，大家都已经停习惯了嘛，所以我们只要有看到有人停斜的，我们都去跟他讲。但是有的人会改，有的人不会改啊。违规爱罚车主认同，也毋过也建议警局打广告，因为法规虽然是可教条进前应该有的知识，也是有人因为一时的疏忽，也是袂记得法规煞打掉红线。本分局已于该路段张贴公告，并于社区加强宣导顺向停车的规定。警方表示，今年8月到10月，陆续接到有人检举车辆无顺向停车，农总处第42件已经打广告提醒车主注意，若无恐惊面临600至1000字不等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为着要提升工课场的平权观念，有翕宣传影片，甲一寡社会上接看到的中高龄身心障碍者，也有新住民因伫工课场拄到的障碍，拢翕出来。劳动部长柯明春就表示，希望透过影片，互社会会当产生同理心和平权的观念。伊是认为讲，有平权的观念，较赢法律去禁止就业歧视。你怎么办？演员谢晴婷演的是一个低头拿喉癌，因为手术了后无法度正常讲话的患者。经过社会理解和同理，总算找到头路的真实故事。另外一支是伫演过来台湾的越南新住民要找头路的时，拄到的侪困境。劳动部透过影片要来宣导这场平权的观念。平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只说因为这是法令的规定，大家遵守法令。我们更希望透过各多元的方式。好，让大家潜移默化，把这样的一个职场平权、就业平等能够内化成一种意识，共同努力，我们来营造真正的职场平等而且友善的一个职场环境。
部长柯明春讲，英国政府拢是用禁止歧视法令来要求企业。这届劳动部希望透过影片，让观众产生同理心。主要的演员嘛出面呼吁企业会当重视身心障碍就业，也有新住民就业的议题。我希望社会大众呢能够将心比心，然后感同身受，然后能够多多的包容。中高龄就业、二度就业，或是身心残障就业。一些像我们新住民的，还是来这边工作的劳工，还是看护，如果需要帮助的人，就可以来找那个就业服务站，或是我们劳动部都可以得到协助。这样。劳动部望讲透过影片的传播，让大家有这场平权的意识，做伙打造平等优先的这场环境。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高雄鼓山鱼市场封号，讲是全台湾上水的鱼市。去年开幕了后，毋过生意无好，所以伫今年9月份的时有个封起来整修。高雄市政府之前有伫议会的时有挂保证，讲伫即个月初10就会重新开幕。结果即马有游客到位，发现讲初10拢过啊，所以拢无开门，即期正式跳票。建筑外观真新真水，吸引游客目光。这是互人号做全台上水鼓山鱼市场。不过即马煞封掉的，有风声讲鼓山鱼市场伫10月初10就要重新开幕，已经是13号大门游玩锁掉的，连便所嘛拢封闭。有民众就是听讲鼓山鱼市场初10搁要开幕，特别来参观煞绕空抓。顶摆看新闻是过外就好啊，好，今仔日我来就想要顺便看看。但是扑空了。拄啊好无开啊！我带我妹妹卫生得来的，所以我先说讲出来才看看。记者实际伫现场看，确实有人伫内部装修，有一寡店家就要完成。鼓山鱼市场去年10月开幕时，吸引真侪民众来参观。买啊煞经营无好，今年9月封馆整修，原本按算爱3个月时间。不过高雄市海洋局前局长顶个月24，面对议员黄文义，即阵时讲好伫11月初10会重新开幕。到达已经13，大门游玩大着休馆的公告。如何让它变成一个内外兼具、有景观，那又有实质经济价值的一个鱼市场？起码得讲，看11月初10，重新定位。它开幕，我们再来看情形。根据了解，目前鱼市场内底有10几间厂商进驻。海洋局回应讲，目前鱼市场设备已经达要完成，另外教育训练甲所有工课当咧调整收尾。未来若是确定重新营运的时间，会搁对外公布。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台语本看榜，咱来去台南。台南的花地里社区一直拢拍拼在做囡仔绘本，已经出9本啦。今年社区的时代是以两性平权做主题，佮结合台语本，嘛实际上去国校内底宣传推广，希望性别平等教育会当对囡仔时开始定根。你着带细汉囡仔大声念台语词类，透过情景式教学，让囡仔知影头路无分性别的相关知识。现代社会性别平等教育，大家拢真重视。台南花地里社区为着要甲正确观念向下定根，唔若做绘本尔，可实际去好好推广。其中册内5花10色高水红的图样，请学生自行学习，大家嘛足深入咧探讨未来要做什么行业。我想要当修理车的人，会当甲人修车。从小扎根，对于他们未来的正确观念，其实有很大的重要性。花地里社区时代对108年开始做绘本，因每当拢串联文化、教育甲环保等元素，到大出版第9本。这摆应用两性平等、工课无分、查甫查某做主题，头摆结合台语文来出版。在地时代讲，为绘本互因做伎俩，嘛兼念捌罗马拼音激头脑。小朋友敢若像拢袂晓讲台语，我感觉讲吼，这台语这是咱的母国的语言嘛，必须要执行。嘛用去排出这工课，就是为这就是安尼。因为即摆就比查某较厉害，所以即摆背吼，较咩咧，更加当服务这所有的用户。
台湾的绘本市场近来民间嘛有侪单位自主性创作本土绘本，社区按算要印200本，送予各区偏乡的学校，提供囡仔讲母语合适绘本的内涵。记者的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因为彰化县的文化局是伫县内的各乡镇图书馆举办用台语讲故事的活动，讲故事老师用台语讲囡仔故和囡仔人互动，现场的气氛热热滚滚。囡仔兄、囡仔姊对故事老师大声念出歌谣，佮有台语绘本的讲故事互动。囡仔的故事啊，内容是甲卵有关系，册名叫做《十粒卵》。对，平常其实囡仔逐工拢会看到卵，伊就会想到卵的料理。但是可能囡仔袂晓讲，互囡仔用耍的方式去学这本绘本。彰化县文化局伫县内各乡镇的图书馆举办台语讲故事活动，有将近50本的囡仔故，老师用台语加上滑溜溜的动作讲故事给囡仔听。台语讲故事好啊，互囡仔熟悉台语安怎讲啊。无即摆囡仔拢袂晓讲台语啊，茶的蛋按迄囡仔袂晓做茶米卵啊。对我的囡仔来讲，讲台语是最难得的，因为第一次我们就是会不自觉的用国语跟他对话，可是对我们这一辈来讲，为细汉到大汉拢是用台语，所以阮学台语就简单的，可是对阮的囡仔来讲，学台语真的是足困难的。参加的家长表示，平常时伫厝内若用台语讲，囡仔嘛是用华语应话，真欢喜有安尼活动，透过游戏活动，互囡仔人有加讲台语的机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早起看世界，来关心俄罗斯北溪天然气管线互放断去疙瘩已经年外，毋过到底谁做的疙瘩拢无任何国家承认。即马有美国和德国的媒体针对这件代志做调查报道，内底有讲到一个乌克兰的特战上校是关键人物，伊讲伊是听乌克兰的乌军的总司令的命令去执行这项任务，不过当事人面对这指控拢无承认。北溪天然气管线伫去年9月大爆炸，互俄罗斯甲欧洲各国的关系更加紧张。到底这是谁做的？事后出现各种版本，各人互相指控对方，包括美国嘛，互人怀疑。美国华盛顿邮报甲德国明镜周刊11日公布联合调查报道，讲乌克兰将这种作战部队上校切尔文斯基是爆炸案的关键人物。Sources have painted a picture of him managing logistics for a 6-person team that rented a sailboat under false identities and dove deep into the Baltic Sea to plant explosive charges on the gas pipelines. 调查报道也引出欧洲甲乌克兰消息人士的讲法，谢尔文斯基是北溪行动的协调员，伊毋是单独行动，是听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的指令攻击。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唔知影，唔再对外否认。报道讲，泽伦斯基是互军方故意暗藏，显示俄国的军方、情报也甲政治人物中央因的做法看法无共。The Ukrainians definitely didn't do it. 互媒体点名牵涉到北溪爆炸案的切尔文斯基，进前互人指控乱用权力，协助一个俄国飞官逃走，当地基辅接受审判。不过，伊透过律师背回报道内容，讲这拢是俄罗斯散布的谣言。基辅当局是也未对报道内容做出正式的回应。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未成年也未结婚就有新生囝的妈妈，这伫美国有真侪案例。即马伫德州就有一间学校专门收容这有新也是无结婚就做妈妈的查某囡仔。这个妈妈，少年妈妈会当甲囡仔细汉囡仔先带去读册，送去附近的幼稚园，伊家己才安心去上课。若这项措施，毋但会当照顾这细汉囡仔，嘛会当兼顾这少年妈妈，互因完成学业。17岁的马图斯透早坐校车上课，到位的时阵，都爱先抱身边坐伫安全椅的宝贝查某囝。听后入去学校，已经有其他同款带囡仔的同学伫食早顿。带囡仔来上课，伫一般的学校根本是无可能。不过伫德州布朗斯威尔这间中学，专门收容无结婚生囝也是有心的少女。学校内底有些托儿所，或者无结婚的妈妈会当免烦恼，安心上课。If there was
was in a school like this, it would be very hard for a lot of teen mothers because in regular school it's really hard to like go when you're pregnant and all the kids pushing you and all that stuff. And then in regular schools they wouldn't understand your situation, and here they do. 学生讲，这间学校老师袂甲你批评，颠倒因会甲你斗相共，会当体谅。像讲有当时学生囡仔因为暗时爱照顾囡仔精神无好，老师会温准学生囡仔困10分钟，都是这高体谅心，互学生感觉真温暖。这间学校由德州州政府补助，目前收养53个6年级至12年级的学生囡仔，主要是当地低收入的西班牙语的社区。托儿所有16个名额。These girls, we're just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y graduate. We want them and their babies to have a better shot at the future, a better chance in the future, more opportunities. 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关心环境，欧洲上悬的活火山——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是搁一摆喷发。另外，伫冰岛的西南部火山即嘛咧震动。2礼拜内，当地已经发生上万件地动，当地政府就研判讲，即几日有可能火山就会爆发，所以已经赶紧甲4颗链等4000多人赶紧撤离。正出名的景点南湖温泉嘛，已经关起来啊。红红干将伴随真高的火山灰喷向天顶，意大利埃特纳火山礼拜2搁喷发，半暝风浪一直响，干将喷发的景象互人真惊吓。那位伫北澳冰岛亚当面临火山喷发的威胁，首都雷克雅维克西南方大约40公里的西港城镇格林达维克24点钟来发生约800摆的地动，现场已经有真侪道路出现必须放弃、民家有毁损的情形。当局研判涂骹底干将活动的情形已经毋捌看。地开工已经为5公里深，请到离地表800公尺深的所在，拜六紧急撤离当地4000个居民。What we're seeing now really is an unprecedented event. We are really talking about velocities for this process and volumes or inflow rates that are much higher than what we have been seeing in the peninsula so far. 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最近3年来，捌3摆火山喷发，过去研究沿着地表必顺形成小型喷泉的特殊景观，捌吸引不少国际观光客来看。因甚至就地伫火山边野餐，还是利用研究技能，讲这是难得的体验。也毋过科学家研判，目前涂骹底已经形成15公里长的熔岩必顺，为着地一路延伸到海底，其中任何一个所在，拢可能成做研究喷发口，一旦伫陆地喷发，会造成严重冲击。那撤离的民众礼拜2小镇第一站登去摕重要物品，对可能失去家园真烦恼。We just take every chance we have to get something out of the house because we have no idea whether we ever can go back or not. Or 当局除了疏散格林达维克居民，搁较烦恼附近的地发电厂甲淡水水库等基础建设地地受灾殃。那当地有名景点南湖温泉较早已经被关起来。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当在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先来看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6度。外岛17、16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